呵護這些嬌弱的病號，需要一個更加適宜的儲存環境。這以前是放在哪裡的？這裡是低溫高濕的凍庫。這樣，放這裡吧。如果說文保中心是醫院的門診，那這裡就是住院部的病房。放到哪裡呢？我先放到這裡。你們那個以後要做检测的箱要都放到哪一个架子上面，反正放在门口。哎，那个还有那个。要放地上还是不合適，反正每次來的時候大一塊木板呢，把那木板先拿那個酒精噴一下，好吧？要噴這個，把它噴一下，這可能要好一些，好吧？放在地上搞，好吧？那把它撐了吧，不然這個檢測就把它劃了，就不作為檢測的了，是吧？歸檔的象牙都穿上了病號服。骨質疏鬆的甚至被打上了石膏，等待他們的是精心照料，還有定期檢查。在這個硬度就是檢測它的長度，還有它是關於稱子測它的重量。這一個泵過之後，它的那個實脈實水，在這個條件下，要稱3次它的重量檢測，每一次要稱3次，哎對。所以要持續一次。哎，對。每一次來都要把這次都要稱一次嗎？每一次都要稱一次。這個是主要看它有沒有失水的狀態。這個土是這個的啊。